咱国附近海峡的海底电缆线定定断去，今仔行政议会通过海缆执法的修正草案，规定讲未来故意破坏海缆者，会是会当判上侪7档的有期徒刑，嘛特别检定讲会当没收船只等犯罪工具。 即阵海底电缆断去的事故真侪，互人质疑是中国故意伫无明确地区起诉。所以行政议会18通过海缆执法修正草案，其中5法是破坏海缆的刑责甲配套措施，针对故意犯、未遂犯甲过失犯的处罚，或者比较即卖的电信管理法，会当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会当并科1000万以下罚金，并特别认定没收船只等犯罪工具的规定。当前的困境，我们发现就是权利轮恣意滞留、锚泊、破坏我国海底电缆，加以达到嚇阻的效果。第一个就是各类的海缆的管线都纳入保护，确保我国水下通讯、电力乃至天然气管线的安全，提高法律的这个管理以及相关刑责是有必要的。 另外2块是针对管理船只甲工区，间接防止海缆受破坏。像讲要求渔船甲小型船爱开自动辨识系统 AIS， 若是拒绝遵守，会强制进港处罚。可以奠定一个高敏感区域的水域，提高这个整个监控机制，强化横向的管理。譬如说，当它有船舶接近这个高敏感区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直接透过这个无线电天通报？那我们防卫的机制就可以提前开始运作。譬如说海巡。 甚至于海军在外海就可以开始，如果在临近海军巡航的区域呢，就可以发出一些预警的措施。专家建议，除了法律层面的整合，政府嘛应该思考更加积极的海缆整体防护作为，像讲增加对周边海峡的监测能力，强化部分线路受损的时阵的系统备援，也加透过国际合作建立不良记录船只污名单。记者采访报道。